今個財政年度第二次賣地，荃灣青龍頭嘅小型地皮，由新鴻基地產旗下嘅新宏以5300萬元投得，成交價比起歐地價高出7%，接近市場預期嘅上限。財經記者吳建文報道。我一陣間會開價30萬。今次拍賣嘅地皮面積係喺灣仔新醫館嘅新拍賣場地，競投氣氛唔算熱烈。第一口叫價3000萬，由1號嘅宏安集團成價，每口叫價100萬。經過7口叫價之後，競投者已經停晒手，拍賣官更加話，由於價錢未達到政府嘅底價，可能會收回。If there is no further bids, I am prepared to withdraw the lot. 拍賣官之後將每口叫價減半，我可以接受每口價50萬。先至吸引到12號嘅信和同埋11號嘅新地先後加入，到拍賣後期都只係1號嘅宏安同埋11號嘅新地之爭，歷時40分鐘成咗41口價。5300萬，第三都係最後一次成交。地皮最終由新地以5300萬投得，高出歐地價7%，每尺樓面地價5932蚊，接近市場預期上限。有份競投嘅宏安話，由於價格太高，所以決定放棄。喺我哋嘅心目中嗰個都要計個回報㗎，咁如果再地價太高的話呢，嗰個回報就變咗低，個投資就唔值得投資啦。拍賣官話滿意今次賣地成績，唔擔心達唔到全年嘅賣地目標。